政府要来开放这个美国的猪牛进口，有一点原来真要紧，就是要有消费者知影肉品的来源。虽然食药署有来公告相关的标准，但是外界也是啥都喏看拢无。卫福部长陈时中讲，后礼拜会找店家来做示范店。目前先以台北市的迪化街为主，再搁看各界的意见，看有啥物所在需要来修改。 食早顿的所在拢有的汉堡吧，不管是不是过年，逐工拢烧甲真好的猪肉干。只是讲这肉对倒位来的，是美国还是台湾？即马讲所有的店面，还有档案，拢爱标示好清楚。但是规格是啥物，要安怎标示才会清楚？外界真正是无啥拢无。卫福部长陈时中，伊决定要实际操作一下，做一个示范。示范看怎么做，然后大家就可以就那样示范去做得到、做不到，需要什么帮忙。 好，不管是消费者意见，或厂商或者反各类的意见，就可以来弄。因为我台是这走了，还有讲的讲不清楚。是这做才知，部长是点名迪化街做示范区，后礼拜开始会有店面的规划和准备，卖找几个传统的市场做示范的地点。只是讲美国猪肉和牛肉，向向就讲要进口，敢是正常的定数。确实在决定，我们有做一些长期的准备。 好，所以在决定的时间，当然最后是比较仓促一点。我们这个先照流程走。那现在我们可能把这些相关的报告先检视清楚来。虽然讲是拍开国际贸易个大门，但是消费的权益、健康的问题，中央和地方意见无共款。如何会当互民众才会安心？政府要想较周到，做较条文的。